北区呢，目前是全台南市密度最高的，目前50座的邻里公园里面就有建置了15座的特色游戏场，所以我们打造的是分不同年龄层，来让我们北区的小孩子到各种的游戏场来做体验，所以我们把它定位为北区就是孩子的游戏场。为什么呢？因为密度是全市之冠。我们华德社区一共有6座公园加一个棒球场，那这是其中的一块，是最小的一个公园。居民每天都来这里跑步啦、运动啦，然后就是我发现的器材有一点比较少，那么于是我们就创立了这个南百的渔网，它是想说要以前纪念渔翁，代表着是说他们会怀念以前抓鱼的时候。下课的时候或者刚好有空的时候，我们可以带小朋友过来玩，或者下课的时候家长也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运动，然后多攀爬，做不同样的伸展运动，这样子对他们的整个感觉统合或者大肢体的活动运动，其实对孩子来讲都很大的帮助。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华德公园是北区目前为止50个邻里公园中间的一个，那陆陆续续公所已经在许多邻里公园争取到中央的补助，加上地方的配合款，来做出一些特色游具，然后把一些邻里公园优化成为特色公园。而且不仅是如此，也有鉴于有一些特色公园原先做的譬如说缺乏遮阳设施或者缺乏一些安全设施，我们都加以优化、加以安全化，让这个特色公园不管是有太阳的时候或者没有太阳的时候都可以使用，而不是大家只能说平常阴天可以用，那出大太阳的话就不能用。那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特色游具可以变成全龄化、全时化，让大家都可以来。那未来呢，我们将这些特色公园也可以加以，譬如说夜间的照明或者是安全设施监视器把它做好，那让家长在下班的时候5、6点、6、7点，甚至7、8点的时候，还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特色公园玩，让特色公园发挥更大的功能。你好，是管家，欢迎收看10月15号中间台南电新闻。已用诈骗手法不但换新，加上真济长辈嘛时常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目标。所以中嘉宽频3冠王相助车有线电视加台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合作，共同举办台南市个人志工媒体素养加防诈骗讲座，希望打造一支平均年龄65岁以上的志工队来清理社区，成为防治诈骗的经济。嘛，互更较侪人知影如何分别假消息。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2025年世界新闻自由的指数，台湾伫个新闻自由伫东亚地区排名第1，因为消息来源紧，传播速度嘛紧，唔定少年人无容易判断真假，更加莫讲是有血的银发族。假消息的攻击嘛是世界有名。对此，中嘉宽频3冠王相助车今年结合台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举办台南市个人志工媒体识读甲防止诈骗的讲座，希望打造一支优质的银发族防止诈骗的志工队，守护社区甲长者，为公益来尽一份心。我们中嘉宽频双子星跟3冠王其实推媒体识读大概最近这6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推广。那以前的做法都是我们去到社区，在场的那个五南里的陈里长就曾经去到他社区，然后去社区每一个社区这样去宣讲。其实这6年呢，虽然社区跑很多，但是总是靠自己一个公司的力量比较不足，所以这次刚好也这个督导这边有这个机会可以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去招募一些志工，然后我们跟志工大家一起来努力，让我们媒体识读的这个知识跟力量可以让它
透过大家的这个的传播，让它变得更加的广泛，也更加的快速。因为现在这个诈骗非常的多哈，那还有我们针对这个媒体识读啊，因为现在很多的假新闻哦，或者假照片、假影片哦，那这个我们今天办这样课程，希望说培训志工有针对于假新闻、假照片啊或假影片。这样一个判别哦，一个判断真假的一个能力，并且还有防诈骗这样一个能力哈。那透过这样一个培训之后，我们接下来希望我们这些培训的志工能够培训完之后，那有更专业的相关的知识之后，能够到社区里面，那来陪伴更多的社区的长辈们哦，教导他们怎么样去认识哦，并且避免他们有被诈骗的部分。会中中嘉宽平三观农乡组村的总经理陈建春。除了以家己过去嘛曾经受骗的经验，甲伫长辈来分享，讲师徐曼珍嘛对认识媒体、甲伫分辨媒体的基本能力，鼓励长者爱用无同的角度来判断消息的真假，同时还佫介绍上新的科技、生活技术，教导长辈免爱用肉眼来分辨人脸的造假影片。现场包括南区文南里长陈清泉以及伫高龄72岁志工长辈，拢感觉受益满满。中嘉宽片呢，伊对咱迄个社区甲社会吼，拢贡献真大啦吼。要培养一寡咱的迄个反诈骗的志工，吼啊，所以呢，我今仔日特别过来遮了解者，因为即马诈骗的人真正足侪，啊，像一寡新的方法。啊，非常多，所以一天呢骗几啊亿啦，3、4亿，吼啊，所以呢，常常逐天呢，像阮呢长者共餐，嘛逐天咧宣导你，啊嘛是足侪人叫骗去啦。会来上这个课是觉得现在诈骗真的是太猖獗了，而且真的讯息跟假讯息，真的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就是很模糊，是真假，所以我想说借这个课程来增加我这个识别这个讯息是真假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程对我是收费良多。中嘉宽平透过甲台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的合作，未来将持续推动更加侪社区宣导的活动。并协助培育更加侪高龄防止诈骗的志工，以及长者之间互相听有的语言，甲着生活的经验，将媒体的视读，甲着防止诈骗，伫个社区的高龄站来扎根。台南新闻综合报道。国际保育焦虑乌面腊杯今年9月陆续飞来台南过冬，所以市府嘛定10月26举办乌面腊杯保育季系列活动。对此，市长吴依婷都来邀请民众来一桩生态旅游体验，同时嘛展示台南保育乌面腊杯成果。伫个客家市立幼儿园开心嬉皮，佮着社区妈妈苏林嬉皮的舞蹈表演。正式宣布，2025年黑面琵鹭保育季将要来登场。根据2025年全球的普查，乌面腊杯的数量大约有7000只，其中有6成拢会来台湾过冬。而台南所记录的数量竟超过2000只以上，显示台南伫个保育的成效。大家都知道台南市是一个生态多样化，而且对于保育工作非常尽心的地方。从过去台南县时代对于黑面琵鹭的保育，一直到对于水质、到于其他环境质等等的其他的野生动物的保育，我们都非常尽心。那2025年黑面琵鹭保育季又开始了，那有非常多的好朋友非常关心，我们也期待借着这个保育季的宣导活动，能够让我们的保育活动保育工作更向下延伸，能够让更多年轻的朋友，甚至学童小朋友，他们都能够在他们脑海中种下保育的种子。2025爱你爱我黑面琵鹭保育季我们将在10月26号在七股正王府隆重来登场今年的主题是黑皮遨游，神采飞扬。我们今年的重点我们就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台南地区已经来了有300多只的黑面琵鹭。象征着我们今年黑面琵鹭的赏鸟季节已经开始了。每年的黑面琵鹭一趟回去到韩国
北纬38度的时候是要2500多公里，它隔年在像这个10月左右这边哦，他们再从韩国飞回来也要2500多公里，所以生命力他们的非常坚强，也象征了我们台南地区的保育黑面琵鹭的保育相当的成功。由着农业部指导，市府农业局主办，台南市生态保育协会新办的2025乌面腊杯保育季的系列活动，将要伫10月26来登场。今年的系列活动包括乌面腊杯保育区的巡礼、我爱黑皮的写生比赛，现场还有吹糖人、剪纸以及旅馆黑皮的艺术等等。现场嘛将持续推出要来找找市长亲自野放的乌面腊杯的活动，真适合全家大小前来体验生态的旅游。台南新闻林彦根采访报道。因应超高龄社会，市府持续推动高龄友善环境来照顾长辈需求。其中卫生局就宣布设立银发友善专区，目前已经有家乐福、全联等30间门市响应，让长辈不止食物件好补，食得营养，更是买得方便。目前台南市65岁以上长辈已经占面2成，所以如何推动高龄友善，也是市府政策重要核心。对此，卫生局延续去年推出银发友善餐厅，去292间业者响应以后，今年更进一步延伸到购物通路，推出银发友善专区。记者会中包括家乐福、全联、基美食品、台安药局以及农协会等通路拢踊跃响应，互长辈所需要的拢买到，食到营养嘛较好补。年长者他的饮食跟年轻人应该是不一样的，在营养成分跟他的一个比较好咀嚼的这个部分应该不一样。就如同我们针对孩子小朋友刚出生者3个月有3个月的专用的奶粉，6个月有6个月的专用奶粉，1岁有1岁的专用奶粉，所以都不一样的了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提供这个一些展示。据了解，目前台南已经有30间门市率先设立银发优先专区，未来伫遮主要的通路卖扩大推广加试食的体验。在医院这边供餐，那也针对这些老人的需求，那我们跟青美院这边有合作开发一系列的关于银发友善的一个餐食，只要加热就可以。它只要加热就好了。卫生局表示，以后将透过全民健康检查等多元的管道，让长辈当轻松得到健康饮食的资讯，也共同见证台南高龄友善社区迈向新的阶段。台南新闻军职采访报道。为了协助花莲光复乡受灾民众良早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的生活，立委林俊宪甲前议员吕维英号召企业捐赠总价值100万的碰层批单等物资。林俊宪强调，在后的援助除了物资，更要关心因的生活复原甲心理的重建，陪因行过难关。现场有台南在地家具业者，也有其他县市的善心企业主，拢来到立委林俊宪服务处，要来传达因对花莲灾区的关心。因为伫立委林俊宪甲前议员吕维英的媒下号召，一下正人的力量，要将上届适用的碰层组合以及寒人热天两用的批单，大约100万的相关物资送到灾区，帮助灾民早一天重建家园。看到电视，看到很多人有很大的爱心。那我希望说，我们从我们台南，把我们最小的力量，能够来感动花莲，感动台湾。就因为看到他们的灾情都很严重，然后他们灾后呢的重建，是需要一些能够让他们睡得安稳的一些床。那我们集资了将近差不多100万的物资，来赞助我们花莲的乡亲。都要50周啦，床垫还有床底，以及冬夏两用的棉被200件200套，总价值我看是超过100万了，然后有爱困霸床垫这也是我们非常知名的品牌爱困霸床垫，来协助将大家的爱心统筹运送到花莲，给我们光复乡的灾民。
李位林俊宪除了感谢爱心企业的热情响应，嘛亲亲感受到进前台南的地动甲风台灾情受全台各地关心甲援助，所以现在嘛要将来自台南的温暖送到花莲灾区，陪伴因行过难关。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百里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为提醒大家对这场性别平等的认识，台南市立工局推出台南合作工的宣导底片，邀请艺人安心雅、补习班名师吕杰，甲台湾卡球女性的主审刘伯君共同演出，用搬戏的方式，让大家了解这场性别的议题。育婴留停，公司只给2条路，只能请1次，这真的合法吗？没关系，我来帮你。在剧中主角最无助的时刻，安心雅、吕杰和刘伯君3位代言人以具象化角色现身，传达正确的职场知识跟力量。这是劳工局所推出的台南好做工短片，聚焦育婴留职停薪、怀孕歧视以及职场性骚扰防治等议题进行宣导。如果发生这个议题，如何来纪检，如何来投诉，如何来防止再发生的部分，劳工的权益如果自己疏忽的话，就可能就没有办法维持咯。所以要重视自己的权益，必须要有这个权利的意识，要有这个权利意识，要找对的人来宣导。劳工局指出，台南市去年受理怀孕歧视申诉有8件，育婴假7件，其余为安胎假与性别权益等等。这几年更因为性别平等工作法修法，加强职场性骚扰防治，相关申诉案件显著上升。去年总共受理167件，其中职场性骚扰127件，占76%，已成为最大宗。不知道该怎么去争取。怀孕留停的问题做得好，大家可以安心的怀孕，安心的生小孩。那怀孕留停的假的这个薪水要不要打折啊？那老板可不可以拒绝啊？或者是说是不是最近公司案子多，忙着外销啊，所以这类的问题。安心雅也化身主持人，当场拷问黄伟哲：职场上难免会发生性别平等、霸凌或劳工权益受侵害等问题，是否将持续作为劳工的坚强后盾，提供必要协助，同时透过多元方式宣导，希望唤起劳工与雇主的共同重视。记者周怀谈的报道。由艺人白敬亭甲张若楠主演，徐幼玲导演的大陆戏剧《南红》不止开播的请假创下真悬的收视率，嘛引起各种的话题。该剧组找好特别伫台南南旁购物中心打造快闪店，当中除了还原剧中男女主角的生日场景，也佫有经典的香港电梯，一开店就吸引大批戏迷。刚开门就有大批人潮，2025年必看的陆剧《南红》在台湾爆红。继台北场之后，又在台南打造快闪店，除了将北渔面馆完整还原，还有桑延和温以凡的准考证、毕业证书，甚至是定情信物、霜降香水，都是直接从剧组搬过来。另外还有充满暧昧氛围感的庆生场景，前面摆放的还是草莓蛋糕，吸引不少粉丝抢拍。他们有特别的纪念的东西，所以才过来给你看。庆生的，因为刚好今天是白敬亭生日，男主角生日，对，刚好就是帮他祝他生日快乐。主办方更带来有别于台北场的情境，首度设置全新的香港电梯场景，展出重庆加班站，原本的运动服也换成校园制服，连周边商品也有全新款式，像是雪花手机壳、吊饰等等。赠品明星小卡与海报也有所不同。在台北的话是第一次引进南红的快闪店，然后当时的成效非常的好，就是非常受剧迷的欢迎，所以很多人也是敲碗说可以到中南部来，所以我们就是选择在南纺购物中心这边比较寓教于乐的地方举办这样子。
这书专门给我买的，随便买。南红播出至今仍是话题不断，快闪活动不只是粉丝朝圣，更是一场极具代表性的影视 IP 实体化行销手法，成功将线上热度转化为线下流量，强化粉丝对剧集的情感连结。记者邱海棠的报道。虽然物价一直起，不过伫高雄左营有一间开了52档的阿嬷面店，到当一碗大面、一碗白食汤只要60块，而且不止俗，也个真好食。不少人客嘛真爱甲头家娘开讲，感受在地满满的人情味。头发花白、穿着碎花围裙的阿嬷站在灶台前不疾不徐地煮面，随着筷子搅拌的动作，麻酱香气飘散开来。店里的招牌组合便是这碗麻酱面配馄饨汤，简单的古早味却格外好吃。小碗馄饨汤就有10颗馄饨，都是阿嬷每天早起制作的。古早味嘛，我都会点一个面、一个馄饨汤，还有一些卤菜，而且呢真的很便宜 ，CP 值很高。久久就开车来这边吃一下。我吃很久了啦，我妈妈跟她差不多岁了，已经走掉啊。她这个阿嬷真的很厉害，她做的好好吃哦。我都是馄饨汤加干面，也价钱真正做活心呢，哈哈哈，真俗啦，真活心啦，没败了。我都做很久，做到现在做到12点半。才回家睡觉，要一直跟他讲话，他才会活得越老，做得越老。经营52年的老面店，虽然没有任何招牌，却是在地人都知道的美味。期间客人们熟门熟路的点餐入座，阿嬷的面店不仅东西美味，价格实惠，更重要的是这份难得的人情味。52年有面有汤啊，馄饨汤，我这边都是20块、30块，最多35块，这个是10块、10块、15块啊。这个出好几年了，出30-40年了，来都像自己的人一样。我们不是像买卖哦，我们是像好像自己家人，他也是像自己家人哦。这个是国中树到现在，恋爱树到现在哦，做阿公了哦，像玩一样啦，讲话跟人家讲话，好多人来就讲啊，像他们来进来就握手啦，就是讲话啦，不是说为了这个东西。炎炎夏日的午后，品尝这份简单的古早味，在阿嬷的小面店里，不只有陪伴众人长大的美好回忆，更能感受到南部的浓浓人情味。记者周福庆、李品荣高雄报道。一年一度的台北国际牛肉面节日前热烈登场，今年因以湖北高峰王者争霸作为主题，总共吸154组的参赛者来车拼。而且现场也个设有79个单位，表大家会当吃、会当洗，也个真好耍的嘉年华气节。台北市长蒋万安与台北牛肉面交流发展协会理事长洪金龙以及活动亲善大使吕进来师傅同台制作牛肉面，让现场香气四溢。蒋万安表示，台北国际牛肉面节至今吸引了将近2000家次的牛肉面店家参与竞赛，评选出100位以上优质得奖者，成功的将台北牛肉面美食推向国际舞台。21年前。台北市我们举办台北国际牛肉面节，今年迈入第21届。这么多年，看到每一次比赛这么多热爱牛肉面的朋友共襄盛举，以及我们一代一代牛肉面师傅热情的参与，都让我们非常的感动。谈到牛肉面，我自己个人从小吃到大，那我要找时间跟我老大谈谈心、聊聊天，就有父子的深夜食堂。那我们最常点的就是牛肉面，有时候一人点一顿，有一碗清炖的，一人点一个红烧，2个人还可以互相交换。所以我们吃的不只是一碗面，吃的是父子之间的感情。其实21年前我回想。我那时候人在哪？我那时候人在美国，那时候在美国，有时候吃到一碗牛肉面，都要掉眼泪。吃的不只是牛肉面，吃的是一股对台湾家乡的怀念。那现在吃的是台湾的骄傲。我想牛肉面
全世界各地现在也非常的夯，也开了很多的牛肉面店。但是我跟各位讲，最道地、最好吃的牛肉面就在台湾，尤其就在台北，对不对？对。所以各位好朋友，一定要到台北品尝，有时候藏在街头巷尾的牛肉面，有时候不起眼的店家那碗牛肉面，特别的美味，特别的好吃。那更不用讲，些牛肉面甚至是我们国宴当中的一道。还有在台北市有些牛肉面更是登上米其林的必比登。所以我想，台北市政府我们会大力的支持推广牛肉面，也持续的欢迎所有热爱牛肉面的师傅、各位好朋友持续的参与台北国际牛肉面节。金牌奖掌声鼓励！首日争霸赛35组，先10组红烧煮店家现场盛大比拼，选出金银铜牌奖，由蒋万安市长亲自颁奖。除了红烧清炖牛肉面竞赛，现场还有国际交流、亲子厨艺体验以及乐龄示范秀等，天天都有惊喜活动与限量好礼，吸引民众热情参与。那牛肉面节至今已经21年了，21年当中，台北市牛肉面节已经从街边小吃跃升为国际美食的一个主要的产品。那台北市牛肉面也被 CNN 评选为来台北旅游必吃的一个牛肉面，这是美食之一。那我们牛肉面从2025年到现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台北市牛肉面的业者也进步了非常多。所有的因为的食材、食安，我们都非常的注意。然后我们2022年举办了冷冻料理包的评选，那时候我推出冷冻料理包评选的时候，有些人持反对意见，因为他说觉得这是预制菜，这个是冷冻的，没有销路。但是我时常到国外去，看到日本、看到韩国、看到美国、加拿大，他们的冷冻料理包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决定2022年推出冷冻料理包。在冷冻料理包那时候，一年的营业额才2亿到3亿。现在冷冻料理包营业额1年达到40亿，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台北市的骄傲。对，接下来我们在我们的实体店面已经达到100亿的状况，再给鼓励一下。我们接下来就要用我们的牛肉面和世界交朋友，用牛肉面搭起世界友谊的桥梁。我想台北市12个行政区，50几个商圈，重要的各项产业，尤其牛肉面能够带领我们拿出去做观光的一个非常棒的亮点。洪师傅还记得吗？我们去东京、去香港然后去宣传我们的牛肉面，甚至我们到日本的松山，他们的产业季，我们也去宣传我们的牛肉面。洪师傅还有阿义师都不遗余力的跟我们去参加。最重要的，我们要把我们台湾美好的美食、美好的观光景点、美好的台湾好风景、好人情，带给全世界的希望来到台湾的观光旅游的好朋友，好不好？最重要的、最好的是美食。刚刚我听了洪师傅讲，就是牛肉面。我们希望把牛肉面带向全台湾，带向全国际。现场79摊展售区集结历届冠军及得奖名店，推出满满的牛味美食，吸引民众呼朋引伴前来圆山花博品尝独家限量与限定牛肉面。不仅成功推广台湾美食文化，也再度以美味与创意征服饕客的味蕾。记者林启慧台北报道。感谢收看10月10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家，咱再会。阿妈你好，
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